到期天气真好，所以讲呢，加减爱出去行行呢，受到这个疫情影响，真侪人无想要出国，留伫台湾省。某这连续假期头一天，去人数热岛游客是有够济，也不为着防疫。台东县政府头一摆规定，为即日起，就是为今仔日开始呢，坐船往返的游客都要量体温啊，超过37度半的都袂使坐船。台东丰年机场嘛是同款同步办理，虽然讲有可能影响到上船的时间，不过民众拢真乖，耐心的配合，全力要固守台东甲外岛居民的安全。如果各位旅客有身体不适的状况，麻烦请先告知船员，我们会有相应的措施。海巡署警员认真宣导，正是富港渔港定存的所在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每少人选择无出国，留伫台湾。嘛有连假第一天，真拢绿岛红头树7个船班的弹弓拢客满，估计超过2000名游客进入离岛。但是因为都爱伫密闭的空间坐船，虽然人多，上船进程也是爱量下温，有长上船的时间，但是民众普遍拢真配合。觉得这个措施很麻烦？不会，我们会配合政府的措施。我应该是要这样做，没有错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绿岛红头树比较方便，医疗检疫资源相对欠缺，因此特别注意。如果超过37.5度，我们就不让旅客上船或者上飞机。民众配合防疫，才会当生活欢喜，而且全力守调台东甲外岛的居民安全。